再来，咱来看过年期间的这天气，气象署预告29暝到初3、初4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台湾气温就会较凉，那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，就要注意温差有较大。另外，高公局是已经有预告讲，伫咧国道部分路段会来管制车顶上少的人数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进前，就要关注相关的资讯。 春节连假得要到，天气方面，气象署预计年节期间无明显的冷空气落南。不过过年暝到初3、初4这段期间，对着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，北台湾有较凉。预计过年暝初1水气上济，桃园以北基华地区有局部性短暂阵雨。中南部平地是侪云好天，要注意温差。除夕跟初一这2天，大概就是以桃园以北、宜兰花莲地区的降雨为主。 台东、恒春半岛还有新竹苗栗的山区，可能就是有一些飘雨的机会。那其他地区像是在新竹以南的平地，大概就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。 气温回升期间，就要注意大雾。西部甲金马地区大雾几率有较悬，塞车、能见度甲离岛航班拢有可能受到影响。也若行春上惊的要是塞车。今年对2月14到22拢总要休9日。高公局预计国道车会真多，已经大型规划引导封锁、高承载管制等等措施。初1到初3封闭国1、国5南路匝道；初3到初5封闭国1、国3北路及国1双向路口匝道。 北向高承载管制，国1、国3在初3、初4实施，国5在初2到初5实施。高公局提醒，国道常常有的吊车的原因，多数拢是欠水、欠油、欠电，也是破链。高速塞车若准故障，风险会真悬。提醒民众出门进前，就要先检查状况。若准路面警示灯有倒，应该要先往去路径，放故障的标志，而且通报救援。连假车真多，天气侪变化，提早准备才会当平安行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